咱感谢上帝，会通伫即个实体礼拜，咱教会伫即个疫情的过程中间，虽然人数减少，总是咱拢无停止。咱也一直拢真平安，但是爱感谢俄罗咱的上帝。这是咱台湾正百姓、咱的官员、咱的医生、医疗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因为这毋是咧家己自夸，全世界上界先进的美国，因都无法度。咱政府宣布讲，一个场合无超过100个吼。所以我想讲，咱教会有5楼、4楼，那一个楼层100个，2个楼层就200个啦吼。所以拢会当用阮200个，上帝已经甲咱备办好啊。咱若恢复正常，专业拢来聚会吼，其实嘛无超过，因为100、200吼咱目前第一场礼拜，我顶礼拜的聚会头110几位啦吼。尼这毋是讲咱毋免防止，只是讲咱慢慢发现到上帝怜悯。互咱伫即个正常的即个防疫的观念、卫生观念下面，已经慢慢咱会当放下咱的即个惊吓甲紧张啦吼。昨昏看到咱国内即个官委啦，就是即个张尚存医生吼，即个台大副院长、副校长，伊有讲一句话，伊讲，若照伊的即个统计甲研究吼，若是你有挂口罩吼。你有挂口罩，即使伫你面头前，这是一个有感染到的人，感染的机会1%，1%。尼的意思就是讲，咱已经有足好的习惯挂口罩、洗手，所以即使一个病人伫你身躯边，咱嘛毋免惊讲一定会去得到。这也互咱看见吼，咱无论是进前的即个清明连假，还是咱伫最近的即个武汉，买迄即个磐石舰吼，即个官兵有感染到，毋过伊放假转去因厝，因的亲人拢做伙，拢无着，尼是意思，啥物讲？毋是讲伊抵抗力好，是咱已经3个月来拢挂口罩、挂关系啊。那安尼咱才是会当搁较安心啦吼。期待咱伫无新的疫情，咱政府继续真好的管理的下面。咱搁倒转来伫上帝的圣殿，这是恩典吼，恩典是特别的上帝所祝福的。咱也通过上帝话，伫遮继续来三角学习，也希望会当恢复正常咱所有的活动吼，照顾安尼。咱要分享这个话，咱就先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的祝福满满伫阮众人的中间，阮伫今仔日天气渐渐炎热，伫即个劳工节的节日中间，阮做伙来同心聚会敬拜，无论是伫网络的顶面，也是伫实体的礼拜，阮拢做伙领受即个祝福。愿你的话诚做阮的帮助甲开力，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咱今日要分享即个主题，叫做目枪，也是讲目光吼。先知主耶稣，三项拢讲一个人，就是咱的主。那咱经早小等下，咱搁做学习啦吼，咱就跳过安尼。头一个要想的是讲，耶稣的乡亲，耶稣共装的人，用这句话来做因的回应，讲伊减毋是一个目枪嘛，吼安尼，减毋是你感觉这句话是恶乐，还是一种安尼看无起啊？是咧学老是无？我也是讲毋敢是一个目枪尔吼安尼。咱台湾话吼足奇妙诶，迄声音甲声调吼，都拢有差咧，你敢知？我一个印象足深吼。咱有一个牧师伫西港教会咧牧会，张克敬牧师，伊讲吼，人若讲着阮西港诶人，伊讲迄西港安尼吼，我讲一个西港吼，迄音轻落去。就是表示毋是看重安尼。这对伫耶稣来讲，伊会拄着即款的情形，是今仔日咱要思考的一个主题啦吼。咱的主耶稣伊出来传道吼，就是受洗礼，伫加西利约翰洗礼了，伊4个传福音传道。即边倒转伊的故乡拿撒勒，
啊，转来到伊家己的即个故乡乡里了后，伊所讲、所行、所做，甲伊以前伫遮生活30冬无相像。啊，所以互乡亲感觉，哎呦，啊，即个人是安那？因为若照时间来看，耶稣出外佮倒转来无介久啊。吼，毋是讲话，咱像有一寡人吼，讲去中国拍拼做生意，啊10几冬啊转来，啊是去美国哇20-30冬，讲即个人吼。甲像面色咧，啊那会无共款呢吼？毋是咧，耶稣只不过是出外无偌久，啊，伊开始传道宣扬天国的福音，啊，一个转来，因为伊的无相像是啥物？伊讲耶稣伫安息日到会堂来教示众人，伊用即个工会是遮的老师先生，吼，啊，即会堂。下遮的经学师伫迄个所在咧宣讲的，啊，耶稣去台顶讲，掀开圣经咧讲，所以真侪人听见伊的教示的话甲内容惊一跳。平常时这是老师才会讲的话，是安那？即个人，咱对细汉看伊大汉的呢，啊，即个人来讲遮个话安尼。所以乡亲的亲密的见证，圣经安尼写讲。即个人是对倒位得到即个本领的，敢毋是倒位学功夫，那会转来拢无共款吼。啊，咱讲，咱拄仔讲，伊都离开无偌久咧。什么人互伊即款的智慧呢？伊竟然会当惊神者，吼，等于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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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3项吼，若有一项就算真够啊！伊有即个本领，佫会智慧讲话，啊，佫有惊神者，会通讲是伫耶稣伊所显露出来。这乡亲吼，感觉讲判若两人的对啦，完全无法度人去理解啊！这个人是安怎安尼？但是，迄个惊伊，也是讲感觉一个足奇妙的感受，有2种反应哦。一种是讲，哎呀，真好哇！咱的子弟遐尼啊优秀，吼，这是一种感觉啊。那另外一种是讲。哎呀，迄也无啥啦，吼安尼。啊，你知影讲乡亲的反应是倒一项？乡亲的反应是安尼，转眼中间就厌弃啊，就看无起啊，就看轻啊。所以，即个讲的话，咱会感觉讲酸酸哦，吼。伊敢毋是一个目睭吗？伊毋就是迄个玛利亚的囝？啊，就是雅各、约瑟、犹大甲西门的兄哥嘛。啊，伊的小妹敢毋是带咱做伙吗？哦，安尼，讲的是讲，哎呀，这平凡搁再平凡的啊啦吼。因为圣经无记载讲，即个耶稣的老爸，吼，伊伫世间的老爸约瑟，无写伊的名。啊，有人讲，敢毋是伊耶稣细汉？啊，伊个老爸就过身啊，啊，所以耶稣等于是大囝，哈，当做老爸。啊，你看雅各、约瑟、犹大、西门，阁有小妹。啊，台语是讲伊个小妹，啊，这是现代中文是讲伊个小妹们，意思讲本来小妹安尼吼。啊，嘛会使讲，即个家庭阁袂少人哦，吼。当然，有人政治学家讲，敢会是？即个身份上是毋是讲完全是咱讲直系的啦？哈，有人咧研究安尼。毋过会当讲因就是遮个乡亲拢是看到即个家庭，就是伫因四周围咧生活的一个家庭安尼。看起来应该是感觉心内真欣慰，讲啊，咱的乡村有出即个好子弟咧，吼。但是呢，可惜主耶稣等于故乡的太牛啦，吼，并无人还看做讲是拿撒勒之光。咱知影最近台湾吼有真侪优秀的吼，伫外国、伫台湾，无论是运动的，也是科学家，也是政治家，咱讲啊，台湾之光对无？咱若念了即句，咱嘛感觉足欢喜。啊，若咱兜出一个这，咱毋就欢喜个。啊，毋过呢奇怪，哪些的乡亲无讲？哦，这是咱哪些的之光啦？无，甚至吼耶稣出来咧招学生的时阵呢，有一个学生叫做拿但业。吼，啊，回领呢来甲招，就讲有一个吼先知哦，有一个真好的先生，咱来对好毋好？咱看
拿大家伊当初是讲一句话，伊讲拿撒勒减会当出什么好的嘛？这个话有够酸讲，哎呀，迄款小所在，哪有什么好物啊？安尼，迄种话，咱就感觉讲人的迄个歧视甲迄个偏见，实是有偌大。咱能参考约翰福音1章45节到46这段所在所写。那问题来啊，耶稣家己最后家己安尼讲，伊讲，主耶稣无生气，嘛无辩解啦，毋过伊家己宣告哦，伊讲先知伫本乡、本族、本家以外，拢受尊重。这就是一个自信，这就是一个对上帝所领受到的职分。意思是，别人看我普普，我无感觉我是一个无落萨的人啦。耶稣讲先知，因为是安那未受尊重，是因为因看见我以前是一个平凡的木工，是一个玛利亚的家庭也无悬也无细，伫即个社区也毋是有钱人，所以因为这种的条件，就甲一人看无。但是你知影，耶稣已经受洗礼，也行出来约翰洗礼，圣神已经入去到伊遐。是啦，教理研究讲，这个时阵就是耶稣开始有神性，开始搁继续伫迄个所在来做工，用道家肉体的身份开始咧服侍主、行神迹、讲天国的福音啊。伊经过一个约旦河，经过一个旷野的考验，经过伫外面传道理，慢慢已经形成一个真大的旋风啊呢！啊无想讲转来到故乡，这个故乡还佫讲起来，若要讲拿撒勒有出什么好的，就是讲，遮个人拢目睭安尼袂金啦，真正有影，无咧看世间的形势，耶稣一定外面开始咧。播扬福音，在宣告上帝国的降临啊！那些个人喺底下呢，敢若为着日常的生活三顿咧拍拼所以因为安尼来误会耶稣，毋是去气嫌啦，伊是讲，因为遮个百姓无法度看到耶稣的实质啊，只个看到伊的外表，只个看到伊过去的经历人常常会互即款的偏见。即款的有限来束缚着，若要讲，毋是耶稣所行所做，无亏啦，是人的偏见。所以兄弟姊妹，咱也通对遮要来学习一个，即个经节学习一个主题啦。耶稣伊是出身木工，伊是劳工的家庭出身的。咱知影，咱即3工咧休什么假？劳动节呢？你有教人休，就是你是劳动，你是劳工。我会记较早介绍无大家拢休，介绍讲有伫工厂咧做工的，迄劳工才会当休。剩咧公务人员来上班呢，这个劳工节讲起来是真大一个节日呢，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劳动节也是劳工节。这个节日呢，是咧纪念世界劳工的人权的一个里程碑啦。咱历史是真长，咱讲袂了。但是你小可知影，兄弟姊妹，讲较简单的，伫工业革命，对英国的工业革命，17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大家拢是劳工啦。因为你若无去种作，你若要去做工课，你哪有通好食？但是因为经过这个工业革命，经过慢慢整个的科学化了后，人的分工就愈来愈有，做实的正讲，伫读日头汗愈来愈少，入去工厂，入去伫办公室的愈来愈侪。咱讲这个叫做分工啦，分啊足有安尼。咱这劳动节是安怎来呢？这历史是已经是100多年前啊！1884年的10月初7，美国迄个所在的工人真艰苦，因为因被迫失去伊家己的田园厝体，因必须爱互工厂甲伊招募去做工。但是迄阵的资本家非常讲起来是真可就对啦，
做事做到拢袂休困节，所以因就正式来提出一种的运动，就是300制，毋是300妇女节哦，是24小时分3段，就是8小时工作，8小时休困，8小时娱乐。伊讲，既然劳动者来负责制造产品，劳动者来互这个社会繁荣，所以阮是制造来创造全部的财富的。资本家你是出钱尔，出资本，是阮出才有法度。所以你就知影讲一日工作8小时，是100吨外来的这个故事啦吼。咱台湾若要讲，咱的劳工的意识是足强哦。咱知过去这几十年来，迄个劳工的运动是非常大。较早若拄着5月初一吼，人拢无想着休假，拢想着讲伫凯达格兰大道，毋过一阵劳工要去遐抗争啊。特别有一站，咱知影咱台湾吼，官场足严重对啊吼。足大堆无头路的人拢伫遐咧伫遐咧抗争，就是因为这个甲这劳工的精神拢共款，古早到现今啦。这个故事若佫讲较幼，是讲伫1886年的5月初一，86年的5月初一，伫美国中部的一个大城，也是讲是一个产业的大城，工业、农业的大城，芝加哥、Chicago，伊举行有35万人的示威游行啦。伊就是要争取咱拄仔讲的迄个工作8小时，休困8小时，有娱乐8小时。但是迄阵遐个资本家就唆使政府派警察来出去镇压，所以造成4个人来死亡。因遮个工人当然，大家感觉讲足气的嘛，讲你是安怎，阮着要争取一个权利尔，是安怎，恁来大开杀戒，所以过两工就愈侪人，去到一个叫做打草市场啊，咱知影。中西部遐美国迄个甘草足多，就是遐个草拢准备在咧饲牛啦吼，做农业的路用，所以有一个叫做甘草市集广场，佫组织佫较侪人伫遐群众聚会，但是真可惜发生即个血腥镇压就对啦。所以你毋通讲美国较早嘛是哪有即款代志发生咧？这是遮当时的一寡画图的图面啦吼，人迄个画家较流出。当时的迄个抗争的迄个画面感觉讲真惨烈的这个故事安尼。所以到今仔日，咱全世界真侪人拢真侪国家拢是5月初一来放假，但是因为这个劳工节嘛有一个敏感性啦，是安怎呢？拄啊好1886年过来，就是咱所以讲迄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开始咧宣传。所以真侪共产党拢会照这个议题来发挥嘛伊就我就为着劳工大众，所以后来谈到一寡较实是政治意味啦。所以有真侪人听到劳工劳工节，感觉有点敏感。像中国就是五一因着足大的节日，因为迄是对共产党出身的嘛。所以这嘛是一个足敏感的这个议题就对。毋过咱拢知影讲，有个国家伊无用即日来放劳工节。毋过若要讲咱台湾经过这段时间是慢慢演进煞变做咱即马足侪资本家咧艰苦讲好，你劳工也要周休2日，也要安怎哇！即马咱话头家咧头壳疼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咱是讲，咱看见耶稣伊是劳工出身，咱也知影讲。若无劳工，若无农民，若无遮个实际伫遐咧生产物件，咱要哪有菜通好食？咱要哪有饭通好食咧？所以咱爱搁倒转来上原始，迄个上帝所互咱迄个大自然所供应咧，靠着劳工来帮助咱经过即款的生活。最后所是劳工出身的家庭，本身是目枪所以伊更加。关心着弱势劳工，咱的主耶稣伫咧讲譬喻的时阵，耶稣是咧接触这个百姓的时阵，你看耶稣去到这个玛利亚的家庭，甲这个3个姐弟马大因做伙生活，伊去到真侪所在，拢去找遐个弱小的人甲遐个
做乞食的，甲遐个受人看轻的人做伙，这毋是无原因的，因为伊本身就是。可能伫迄个时代，就是有那是互人看轻的一种。啊，所以咱若看起一个代表性的譬如，就是马太福音20章1节到16节吼，即个葡萄园的譬如，耶稣安怎讲？伊讲天国亲像一个园主，透早去请工人来伊的葡萄园做工。伊讲伊甲工人约定一日一个日啊，就找因去葡萄园做工。吼，你讲头一个是透早哦，吼，过来先啊，讲9点早起9点啊，已经日头已经拢晒到足炎啊的时阵，伊搁出去外口，讲有一寡人伫市场徛伫无代志做，搁甲因讲，啊讲恁嘛来葡萄园做工，我会互恁真公道的工钱，啊搁来咧，哇，因就去，讲中昼12点，下晡3点。啊，拢搁出去，啊，若有看到人就招来，到下晡5点，都强要迄种下班啊，啊嘛是看到人，搁甲招来安尼。啊，这故事是真有意思的，吼，有真侪角度来解释啦，吼。但是呢，有人做一贯的解释。耶稣讲这个是咧讲到福音，耶稣讲这个是讲到拯救，或者是原始的意思。但是耶稣会用这个例，就表示因当时有这款的人。有一款人就是讲，我就是做杂车工啊，若无人请我今仔日就无通好食啦。我若无去做头路，今仔日我就无收入。阮兜的囝24岁，无通好生活，若无欠我钱吼，真正无通食呢。啊，搁一项，先啊，一日一个人啊，透早请来工时遮尔济，到下晡3点，甚至5点。嘛是遐尼济，有人讲啊，这头家袂晓算吼，啊，可能无请好的会计师来安尼算这款工钱呢。但是伊这有哪个蕴含一个意思啦吼？有人咧解释讲，当时一个工人若无领到这款的金钱，你就无够也通好生活。啊，所以毋是头家吼安尼揽衫开钱啦。是即个头家伊疼惜这个艰苦人，营无代志的人。咱知台北台北桥骹吼，真侪迄款迄人请工的，较早去到遐，啊若透早就人话讲，我遮有几个吐水的，啊几个迄个电帮模，啊就赶紧逐个烧坐要去，因为我若有做工才有钱呢，毋是坐伫遐营都有通领薪水呢。啊，所以耶稣关怀这个劳工对即个。譬如咱人知影，伊意思咧讲救恩，但是实质上是用劳工的生活的关怀，正做伊一个出点安尼。啊，所以耶稣咧讲天国的福音，教导的譬如，拢是一般咱的百姓，伫咱的乡里中间的百姓，遐雇羊啊，遐农夫，遐渔民，遐社会弱势者，拢听有的语言呐。耶稣无一个譬如讲看无，当然譬如的内面有真深的意思，无毋对。但是你敢若听迄个故事，大家嘛听有亚正的譬如，大家嘛咧要做时代，毋知影亚正什么意思？葡萄园，还是耶稣因迄个故乡，逐个所在拢种葡萄啊，吼，也是掠鱼，也是雇羊啊，遐个故事拢是。欠搁再欠的啦，吼！你若讲啊，耶稣实在无学问，有影？耶稣无啥物学问，耶稣是要讲互遐无学问的人听的嘛，都毋是要甲你辩呢。啊，所以上帝的恩典，伊看见人的软弱不足，耶稣出身劳工，伊关心劳工，伊知影劳工的困难甲困境。啊，所以现时话。照着即个劳工节的连续假日，咱毋是讲啊，过一个假日，甲咱想讲，毋知去倒位啊上课吼 ，APP 讲人伤多，会去安怎着袂？事实咱会倒来想讲，到底劳工的本质是甚物？劳动者是甚物意思？若是要讲，咱分两方面来讲。第一就是讲，咱毋通看轻劳动啦，劳动这项事吼，
是上帝互世间人上大的恩典。咱知影咱若较年长的兄弟吼，有时比如身体无好势，倒床吼，医生拢讲你赶紧爱落来行哦，你落来振动哦，这比你食什么补药较好哦，因为你踏着涂骹，上帝互你的身躯就自然家己修补。啊，你若敢若倒床吼，啊，拢毋甘落来，啊，真正身躯就无法度人恢复。啊，所以佫一项是咱爱接纳劳动者。咱的教会绝对袂使有迄款看轻劳动者，看轻迄个安尼闭裤骹也是穿浅拖的人。那安尼咱就会学亲像美国、欧洲一寡教会吼，怎无人来？因为耶稣本身就是接纳即款艰苦人。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最重要的即个观念，就是劳动是神圣的。所以换一句话就讲，咱坐办公室坐足久啊，咱劳动袂堪的吼，咱是弱势，你敢知影？咱就袂堪要读日啊，读一点钟的日头就读较戆啊咧，啊流汗流啊，吸汗吸袂大，吸袂利咧，咱是弱势者，你敢知影？所以当咱有即款的观念的时阵，咱都要学习。骨力做劳动，吼啊，尊重每一个劳动者，企图劳动是低阶层的，是弱势的种的偏见。事实吼，我有看去一两个故事真趣味啦，吼啊，这是要互咱感觉讲，咱莫一直讲劳工就是安尼即款形象啦，吼，咱有一两个迄款劳动者啊，甲咱想象的无共的迄个故事真趣味，吼啊。咱头前是要讲，这劳动神圣的。古早有一个属于佛教的禅宗的故事啦，吼。讲一个修道者是东条哦，吼，足早有一个年会80岁，叫做百丈禅师啦，吼。伊招一群学生在修道，啊，咱知影佛教吼，拢伫迄个山顶啊寺院咧清修嘛。啊，伊家己的戒律就是讲。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吼，就讲我一日若无做工课，我就袂使食饭。吼，啊，伊就教伊学生拢安尼做就对。啊，所以伊就种树啊、栽花啊、种作、开垦、生产，吼，拢是家己做，袂马马虎虎。但是已经是一个老师啊咧，吼，啊，佫年纪遐大，伊学生吼。就看到就唔甘就对啦，讲老师啊，你卖啦，啊，你都阮款的，互你食就好，你都唔免做啊。伊讲袂使，我若无做，我就规矩卖食。哦，伊家己做守本分的，照规矩呢吼。有一工伊的学生吼讲，哎呀，我看伊咧做工课，拢已经年纪遐大吼，唔通互伊劳苦啊。偷偷啊，甲迄粪机啦，吼，甲伊的猪头啦，甲遐个做事拢甲藏起来。哇！这个百丈禅师就去看，我的工课，我的遐工区，咱无去啊。啊，伊真正坐伫遐，无要食饭。伊的主题安怎甲讲，老师啊，啊你罔食过？伊讲袂使，我就讲无做事，我就袂使食。哇！啊，这学生真正拗不过他就对啦，讲老师是的，吼，阮误解你的教示啊，啊，著搁甲遐物件摕出来。啊，伊才去扫一个地，也是看一个物件，啊，他开始恢复食饭。啊，所以是伊就是讲，伊的观念就是要求我爱做事，我才会通食饭。那台湾吼有一款足特殊的劳动者咧，头一个是一个文学家、哲学家，叫做陈冠学老师；一个是乌手出身的小提琴家，叫做吕振玉先生。佫一个是咱台南吼办岛的艺术家，叫做阿阳西啊吼。啊，这故事咱也有闲拢网络看会到。我是要举这个例讲，咱毋通一直讲啊，劳工就是安尼就对啦吼。这个是已经过身几年前过身的这个文学家、哲学家陈冠学老师吼。伊捌教过高中、国中，伊捌做过出版社的编辑吼。但是伊感觉讲，伊咧教册吼。教了无趣味啦，伊感觉讲迄阵吼，可能较早迄个时代吼，拢照规矩教，像个填鸭式教育，拢无当自由思想，伊无爱，所以规矩啊，伊40几岁哦，就自动辞职，倒转伊屏东的老家新鼻乡啦，
吼，伫迄个1号公路诶较外山迄边大武山山骹遐，去家己家己诶老家做事。啊，毋过伊做事罔做事哦，足够写文章，也写小说，也研究台语，也研究迄个庄子。哇！伊写诶物件吼，互人足欣赏。啊，其中一本册吼，这是伊年老诶时阵诶相片啦吼。一本册叫做《田园之秋》吼，是即个台湾诶文学界感觉讲伊诶散文吼，实在是无人对伊会着。当然，伊诶风格无一定大人介意啦，但是伊写诶文字有人甲称呼，好亲像迄个梭罗诶《湖滨散记》，台湾诶《湖滨散记》。啊，伊就是透早去做事，下暗顿来休困，伊就开始思考，伫咧做事中间思考人生的道理。啊，事实伊是做事人，毋过伊写出来的册，互人足尊敬。伊的《田园之秋》这本册吼，真做足大，互人当作是台湾的经典的册就对啦。这个乌手叫做李振玉，伊讲伊细汉都无通好做工，无通好读无通好。都读足侪册啦，都爱做事啦，做事吼，后来去读高工，去学转电机，所以伊伫家己的厝开一间即个电机行啦，专门咧甲人修理摩达电机安尼。但是乌手帮乌手，伊伫餐厅在做事迄阵，伫故乡做事的阵伊摕只收音机咧听，听到遐广播剧。听到遐咱知影收音机拢有一大堆节目，伊感觉讲听拢袂介意啊。讲奇怪，听到迄个古典音乐，感觉足介意安尼就对啦。感觉讲足有感动就对。伊感觉慢慢去收集足侪古典音乐呢，听古典音乐呢。后来伊对人去德国佚佗啦，看到德国咧卖迄个小提琴，伊讲无买一支倒来看嘛咧，当做艺术品安尼再倒来。转去倒来厝讲，奇怪，扭无声就对啦，伊扭无声，伊就去找迄个乐器行的师傅讲，我哪会小提琴伫遐咧看到扭足好听，是倒来无声就对啦。迄个乐器店的师傅讲，你这德国製呢，袂歹呢，即个真价值的，毋过无声，原来伊毋知影讲，迄个拉弓，迄个弓都爱录迄个松香松药，讲无声录袂行，伊讲连这都毋知就对啦。但是伊甲迄老师讲，你甲我教，当作囡仔对一音甲我教。是讲一个老工，伊啥人会爱音乐，迄无人知，但是伊就是无放弃就对啦。伊咧受访问时搁咧播槟榔呢，但是伊最后去到国家音乐厅演奏互人听，即个感觉讲，哎哟，颠覆迄个乌手袂当做音乐家的即个形象的，所以即个是伊伫国家音乐厅演奏的一个图片你也看，即个在喙咧播槟榔，但是伊扭小提琴，扭古典音乐，你看伊咧看乐谱，咱阁袂晓看呢，人伊咧看乐谱，一谱一音一音安尼，讲伊载3个囡仔去到一个乐器行，讲想要买只钢琴，来互伊3个囝来开始学，因为伊家己兴趣音乐，用囡仔嘛介意啊。伊讲你要买什么琴？讲要买种三角琴，要古兰度的。迄个销售小姐看无起，讲即个乌手阁喙咧薄槟榔，讲你敢捌？你敢知安尼就对啦。即个你的李准你安尼气袂着，讲我用手弹互听就对啦，弹琴互伊听。伊讲弹什么啊？就弹迄条笨手歌安尼啦。所以是讲，互迄个小姐看着讲，哎哟，我这乌手竟然会晓弹古典乐安尼所以咱人发觉伊讲一句话真有意思，讲无一定扭小提琴，就是穿燕尾服的人才会使扭啊。我这初工我扭了足好听，是讲足介意，我家己感受足好。当然我袂当甲这音乐家比较，但是我兴趣音乐，是安那乌手袂使兴趣音乐。所以这是咧，互咱颠覆迄个劳工的形象，是拢甲定型伫遐，毋是啦。这是真有趣味的一个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是啥物？就是即个咱台南的一个传奇啦吼。咱足侪人捌食伊的板豆，叫做阿勇西吼。伊是一个艺术家，因为伊煮的迄个板豆吼，足侪人爱食吼。啊嘛是咱台南的一个传奇的对。啊，咱捌去过伊家己，因为真轰动嘛，所以伊去一间迄个欧洲庄园式的迄个餐厅呢吼。啊，我会记咱教会有一个青年结婚，介绍有去遐食安尼吼。啊，这是伊家己的厝啦，像欧洲的王宫共款。啊，伊甲即个魏德胜导演翕相吼，伊是欧洲的宫廷的迄种形式。趣味的是啥物？虽然逐日拢咧捌油汤啦，但是吼，伊咧听黑胶唱片，啊，伊收集大部分迄个出名的指挥家卡拉扬的所有录音嘛呢。啊，就是讲啊，做事啊，在煮油汤时啊，有趣味济。咱无法度去限制一个人伊的发展，所以咱毋通讲啊，这文心人就是安尼，啊，这做事人就是安尼。我捌听一个广播吼，啊，这个广播的师傅，伊咧讲一句话，我听到足大的刺激。伊讲吼，读册人够少济，安尼啦，读册人够少济，意思是讲吼，册读愈济吼，讲话无一定真啦。颠倒是吼，伫咧庄骹伫咧骹咧烫只骹打土地的人讲话较实在，所以咱毋通去看轻讲有的人，伊本身生活脚踏实地做事，讲话无优雅，但是有时讲话是真真啊。讲一句俗语哦，较赢遐个老师、遐个读册人讲100句。所以伫遮咱搁倒转啊，伫主耶稣。伊的一种的教导吼，咱慢慢，我感觉讲这1、20年来，台湾事实已经慢慢啊，甲劳工甲文心的已经慢慢较淡化去啊。特别是几年前吼，咱有一个博士咧卖鸡排，有啊，啊郭台铭哦，安尼念甲安尼，但是后来这个鸡排博士哦出来讲，伊家己开分店呢吼，变做一个生意啊，啊做博士啊生意做了袂歹，安尼敢毋对安尼。咱有真侪科技农夫啦，吼！哇！伫咱即个台南遮足侪阮啊，吼，内面拢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咧啊，拢是用科技咧饲鱼啊呢。我有一个阮故乡的，甲我同温会一个长老，伊留伫故乡，但是吼，伊咧掠鱼无人比伊较敖，因为伊用现代科技。卫星导航啊，水底去探鱼啊，吼啊，所以逐摆吼，伊出去洗耍耍的，啊掠几尾鱼啊，伊就有透通伊一个家庭的生活，因为伊去掠着好鱼啦，一尾鱼1斤几千块的安尼啦，啊，所以咱慢慢都毋通甲讲啊文心吼啊文质彬彬的人啊，就是即款人啊做事的就是歹安尼。咱真侪兄弟吼，即马退休拢走去咧做事呢，你敢知？吼，咱的非常长老，咱的惠正兄，吼，咱的欧阳兄，吼，即马佫走转去读经呢，吼，啊伊何米苦要走去做事，因为感觉讲着讲，甲大自然接触，流汗，做事人流汗静坐修行的，迄特别甘甜。啊，所以真侪人爱去做一块仔园，吼，去做事安尼，所以佫真重要。台湾是上帝所赏赐的宝岛。假使咱若是莫讲贫惰啦吼，无爱做，你若骨力爱劳动，你就袂枵死就对啦。绝对有饭通好食，这是咱台湾特别的恩典。咱知影讲，伫北韩时啊，定发生讲幺蛾啊怎足侪人死。伫日本嘛捌发生咧，日本真战争的时代，哎呀，一个饥荒哦。真正无物件通食，就连草根、树根都无通好食，啊，所以捌发生幺蛾的事件。但是呢，咱台湾哦，即使你失业啦，吼，你若会晓做事，你就毋免惊无通好食，因为吼，你入去山顶吼，逐项物拢会食就对啦。啊，所以即个报道你无珍惜，你无去小可做事一个，即个菜慢起来会食一袂食一，若小可慢吼，拢袂晓着。那入去山间，你知影讲一个原住民吼，伊举一支刀啊，举一个火，
穿遐讲，入去山内，拢袂晓着，会阁倒转来，因为伊伫山顶拢是宝贝。兄弟姊妹，我仰望咱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接纳关怀遮劳动者，特别咱无苛刻劳工啦，吼，无咱看见耶稣咧讲的迄个普通的故事，伊就是看见劳工若无摕到一家囡仔，就无够通好生活。特别咱知影讲最近新冠疫情的影响，百工百业拢受到冲击，劳工放无薪假，留职停薪，有迄个非典型的雇用者，就是无固定雇主的人，真正失业无头路呢。迄计程车司机再无人，咱台南的大力医治嘛关起来啊，遐劳工毋知要去倒，这拢是咱现实看会到的。圣经提摩太前书5章18节讲，因为圣经讲，牛伫迄个所在伫话无的时阵毋通改按伊的喙，意思讲吼，伊咧话无伫咧喙焦伫枵你嘛小可边仔有草，互伊加一个，安尼就毋通甲按喙。伊佫讲，工人应该得到工价，这是咱对信仰上保罗先生对咱的一种的鼓吹。所以咱好款待劳工，就是咧好款待上帝，就是咧好款待主耶稣。耶利米书一句圣经在甲咱提醒，22章13节讲，迄个行不义起厝，行不公来起楼啊，白白使用人的手工无互工价有知的啊。意思讲吼，叫人来做事，无要付人薪水吼，这是有知的安尼。咱随时教会搁较都爱关心国际移工。咱知影台湾吼，几啊10万的印尼、越南、较早菲律宾的人来到咱遮，咱教会都爱特别吼去关怀到即阵的人。我看去高雄有一站，阮伫高雄的时阵呢，有一个协会专门咧关怀印尼的劳工，因为遮的印尼专门来做看护，也是做劳工，所以因就特别伫因的印尼的国庆日，招遮的印尼的劳工拢来到迄个一个广场，来办迄个因的国庆。讲遐印尼的劳工听到迄个因的国歌吼，大家伫遐流目屎流甲，哎呀，阮伫外国佫会当听到阮家己国家的即个国歌安尼。咱嘛知影讲，有真侪看护，有真侪渔工，有真侪遮劳动者。结论来讲，今仔日即个劳工的节日，咱对耶稣本身出身劳工，但是伊是一个先知。所以劳工甲先知同一个人呢，所以咱也因为安尼，咱甲劳工的尊重、疼惜、维护，这是咱信仰，嘛是咱教会应该有的态度。